台中刑富化文心爱的建案，去年发生一吊轨落落来，撼到台中捷运列线，害捷运浪起造成伤亡。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，对2名铁道作业工人提起公诉。不过，这刑富化建设和营造等公司说是唔免起诉。另外，交通部也预告要修正台中捷运法，若准乱党物件入来，影响到行车安全，或者是从入去行车路线等管制场所，上悬会当罚到100万。台中捷运列线去年5月弄到刑富法建案落落来的吊手，造成143伤的重大事故。台中地检署预告侦结，确定塔吊铁道作业2个工人涉犯刑法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等罪嫌，提起公诉。若是刑富法介入营造等公司拢得到无起诉，消息一日出来，民众有无同的看法？基本上我是觉得不合理啊，对。因为我觉得就是工地那边应该就是有监督的责任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连坐责任这样子。外包，建设公司就道义上的责任了，所以法律上是还好的。我是认为这样。检方表示，指挥的辛苦工人加机械操作员4个工人违反塔车吊车工程时间计划书，也有铁道机说明书的规范，方便做代志，铁道吊手造成意外，有明显的过失。不过，刑富法介入营造等公司以及现场工地线出来负责人，因为无违反作业规定，所以无刑法会当归责的理由，予因无起诉处分。承办检察官经调查证据，并审酌全部卷内相关的资料之后，认为其余的涉案人等，他并没有违反相关的作业规定，没有刑法上应予规则的事由，愿予不起诉处分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尊重司法，交通部为了改善捷运事故的通报机制，预告修正台中捷运法部分条文，除了规定一般的行车事故，个人的事件嘛爱通报。另外，乌白等物件影响行车安全，走入行车路线管制场所，为本来上悬会当罚7500，提高到100万的罚款。如果有擅自闯入大众捷运系统的路线、桥梁、隧道、涵管内跟站区内的非公共通行的处所的话，我们这次修订的第50条，处罚1万元以上到100万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。交通部讲，修法的范围包括若发生事故，捷运公司拒绝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，相当甚至会当废除营运许可，强化主管机关对捷运营运机构的监理机制。预告修正期有60天，预定10月底就会当颁布施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